人生在世心有情，生离死别苦难求。人生在有受体了，一关声人要悲伤。想起咱故乡，风雨的自强，但愿天高在世上。万载用为何人要宣想起咱我家人，迄倒不知免受惊。为着人无心，为你为命谈离别。不知要反心，但开心反应，在这命后来修行不通袂卖我这。咱又是到啥？拢生是难万年，不是别人何处来相见？前辈师兄有公平，修到了生死无言无助悲，忘了怨叹自私。会晓得不通固执在。上标准的时间4点半结束，4点半结班，安尼同学今日还是到这，谢谢各位。恭喜你！感谢讲师慈悲，学道一鞠躬，公道一鞠躬。先请坐下。